讲中央促进公共运输使用方案，也就是跨县市的通勤月票，将于1月23号拍板确定。根据着计划方案，将要伫3个生活科推出着通勤通学的月票。这3个生活科，一个是台北新北基隆桃园，一个是台中彰化南投，一个是台南高雄屏东。台北新北基隆桃园的月票是1200块，其他2个生活科伫1000块以内。这个月票会当来坐捷运、公车、轻铁路、客运甲自行车。不过，高雄市长陈其迈日前来反映，讲这个方案的规划应该甲南部甲北部的公共运输嘛列入着考虑。若无要机车族来改制大众运输，恐惊是真歹吸引着南部的乡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